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了美国的著名华人艺术家陈为民先生来到我们的演播室，跟大家分享多年来他通过艺术来支持西藏运动的历程。我非常高兴能来到这边，告诉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我创作这个，西藏之坟啊，燃烧的西藏这个雕塑的整个过程，跟大家分享我的痛苦和我的喜悦。那您这次来达兰萨拉是来参加3月10号的西藏自由抗暴的纪念活动。您参加了那天的流亡官方举行的仪式以后，有什么样的感觉？一方面我受到感动和鼓舞。55年以来，那么西藏人民不屈不挠，他们在达赖喇嘛的带领下，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跟共产党进行斗争希望获得自由宗教文化人们的自由的生活按照西藏传统文化来进行自己的生活，而不是按照共产党的那种生活形态来生活。那么我认为这样呢，那么多年来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国际友人的支持达赖喇嘛也已经是名扬天下，成为不光是知识精英的，甚至成了那个一般的那种青年一代的偶像正因为他这种非暴力的和平主义的，面对强敌不示弱很理性的抗争，得到了人们的赞许。所以说这是我看到的55年来你们西藏人民在达赖喇嘛的带领下所获得的成功。在另外一方面，其实我感到的非常的痛心，非常的痛苦。为什么呢？我这次来是做一个雕塑，这个雕塑就是来典礼。一般的参加典礼，我都是一种非常喜悦的心情，但是这个雕塑我感到非常的沉重，因为在我所塑造的这个形象的背后，是133个鲜活的生命大部分人他们都在自焚当中去世。这在从古到今中外历史上是没有过这么的残酷、这么残忍的那种悲剧，是没有的，不可想象的。从那么133个人的那种为了自由而献出他们宝贵生命的时候，是什么力量，是什么悲惨的境遇遭遇触动他们结束自己的生命呢？而没有去加害人家呢，在这种一个道德制高点上，你简直是无可想象。一般的像我们汉人，那么谁对你有仇，谁欺负了你，你为了获取公正，那么你也会相应的对他进行抗击，是吧？那么西藏人没有这样，对中共抢夺他们家园、毁坏他们的宗教和文化的时候，他是燃烧自己而不是去加害于对他残害的那个人那个政府。所以说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难能可贵，也是我感到非常痛苦面对130多个人、33个人的自焚，共产党他还没有觉悟，还一意孤行的说是达赖喇嘛的指使。其实达赖喇嘛告诉所有的世界人，他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他的所有的著作，他所有的公开和私下的演讲，都劝告人民，就是要和平抗争要理解你的敌人对，那您刚才提到您做的为自焚藏人做的这尊雕像，
我们谈一下这尊雕像。您是当初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要想到要做这么一尊雕像的？然后制作的过程中，肯定会遇到很多困难。顺便也介绍一下这个雕像制作的它的材质，还有中间发生的一些事情。很好，如果我没有想到，你可以再继续提问。是这样，就是当时在去年的时候，我呢应该是前年，嗯，当自焚呐，西藏自焚的，已经超出30个左右的时候呢，那时候我心非常的焦，我想创作一个作品。用33个浮雕来表达我的爱，作为一个同胞兄弟的对藏人的敬意那么后来这个数字节节攀升那么用一个什么形式来表现？我正在痛苦当中在思索。那么就在这时候呢，原来我定好就是叙利亚的战士，那时候也是人数6万7万的死人，就是因为内战，就是反抗暴政内战。那这种情况下呢，我10月份正好有一段时间的空呢，我想我这时候该走了。那时候正好我给我的小孩呢送到大学，他不需要我每天接送了。我想该出手的时候出手，你如果不想走的话，你永远有很多理由，是吧？所以说我这时候就义不容辞，我就踏上去叙利亚道路。那么这边这个事情呢就搁下来了。那么当我回来的时候呢，正好有那个澳洲和纽约的一些朋友，他们也是西藏自由的热心的支持者。那么他们就是跟我谈到这个事情，他们说，因为对西藏人民的支持不是1个人2个人的事情，我们都应该给予支持。所以说他们呢就是在资金方面提供了一些资金方面的支持，还有我们的其他的朋友提供了一些时间上的，比如说因为这个雕塑它是一个公众的一个艺术作品，它需要很多人来完成，不像一个画我自己端上去画廊一放就可以转出了。这个整个像包装运输到这边，还会再上游戏买材料做模特，很多人要不同来配合你的，而这种配合都是义务的，这种义务的背后就是他们对西藏人民的热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使我有了更充沛的精力和经济的能力来完成我想要完成的作品。那在这种情况下，这是在去年那个习近平到访以前呢，我就把这个作品呢完成了完成以后呢，因为习近平到访，我们想要告诉习近平，西藏人民那么多人的那个自焚，你们怎么动于做？只要你人还有一点良心的话你要采取措施，不要一味的就把这个事情算在达赖喇嘛还是什么推到人家推卸责任。正因为你的政策出了问题，才会导致那么多人藏人自焚，是吧？那么我们就要把这个声音传递给习近平，我们就是汉族搞民主运动的一些朋友开着卡车差不多10几个人把这个雕塑，刚才你看到一些画面，就是抬到了现场那么我想习近平本人有没有看到我不知道，但是这个信息肯定会通过媒体和其他的官员知道这个事情，就是说我们发了声，我们支持西藏人民，西藏人民的那种痛苦那种苦难也是我们的苦难，是吧？既然我们说是同胞兄弟嘛，你说西藏人民是我们中国一部分的话，那么他们的苦难怎么不是我们的苦难呢？所以说这样的话，我认为做了一件比较有意义的事情。那接下来呢，这个雕塑呢就运到了达赖萨拉这个雕塑刚才你看到就是用玻璃钢制成，仿铜。那么它比较轻，但是也比较牢固。它是一般就是人家这个材料呢是
坐快艇就游艇啊这种，还有浴缸啊，它是不会腐烂，在数百年都没什么问题。就是颜色方面啊，就是做成铜的效果，所以又比较轻，运起来呢也是相对比较容易一些。那您刚才也提到您去叙利亚的问题，其实我在去年也几乎是每一篇你从叙利亚战地发到那个通过境外媒体给亲友的信，那些记录你在叙利亚的过程的那些文章我都有看。那有一天我甚至看到您在讲述您自己身处在那么一个危险的环境里，您还没有忘记说提一下西藏境内的当时应该自焚藏人已经上升到88人，然后你有提到这些，所以我作为藏人我非常感动。我想问，您自己处在那个可以说是第一线战争的第一线，您对比一下西藏跟叙利亚的局势，您觉得您做一下展望的话，觉得两个不同抗争手段它的未来会是怎么样的？我认为他们的抗争的结果啊，应该是殊途同归，尽管他们使用的形式是不一样的。和平、理性、非暴力，这是达赖喇嘛所走的路啊。那么叙利亚人民他们是用拿起武器来捍卫自己应有的权利啊，那么应有的自由。那么因为他们其实从两个不同的反应，就是来表述了一个人生本身的一种追求，对自由的渴望。所以在这一点上如果是一样的话，那么用什么形式是不是我认为不是很重要的。就像做一个西藏自焚的作品，它可以用油画形式来表现，平面的，也可以用像我这种3度很厚实的那种比较艰辛的那种手法来表现啊，用雕塑形式。所以说用什么形式表现，这我认为不是特别，这个目的啊，它的结果是重要的。这个目的是要使所有的人类获得幸福，获得自由。因为这个世界它已经是一个地球村了。所以我在当时在叙利亚，你问我为什么会想到西藏的人，我当然西藏人民也在为自己的自由、宗教信仰的自由在抗争。那么我在那边战斗时候，我非常能够的就联想到西藏人们啊，因为我跟西藏已经建立了一种非常深厚的感情啊。我在这边已经达赖萨拉来过3次，在美国也有一些西藏的朋友啊，那么看过一些这方面的作品，所以我对西藏人民是非常同情，对世界上所有在争取自由啊，他们起来反抗暴政的那些人士啊，我是非常尊重和敬佩的。所以当时在那种情况想到西藏啊，那么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对，那您这次来达兰萨拉参加3月10号自由抗暴纪念活动，然后结束了这边的行程以后，你要去接下来要去叙利亚。对，所以那我们也希望您在叙利亚能够平安顺利，然后希望祝福你的意愿都能够实现你的希望。非常感谢主持人的采访，也衷心的祝愿，在达赖萨拉，在西藏，藏人在印度，不管是在印度也好，在内地的藏人，他们幸福。我想借用一句那个昨天晚上那个大型宴会上，你们国会议长他说的一句话：人生是追求幸福的，当我们堕过苦海、苦难，彼岸就是幸福。所以我想，西藏人民也好，
叙利亚人民也好，中国人民也好，现在都处在一种黑暗的摸索阶段啊，我们在寻找光明。所以说，我想我们在一个自由晴朗的中国，一个宪政民主的中国，西藏人民会获得自由，中国人民也会获得自由，同样叙利亚人民也会获得自由。谢谢。谢谢。